好，我这里是劳工局，然后我一天大概接的纾困量大概是纾困电话的话大概是20到30通。那通常问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劳工的贷款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无一定雇主跟自己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问题。喂，台南市纾困办公室，你好。好，那目前就是有分2块，一块是贷款部分的，一块是有投保在职业工会可以申请的生活补贴。我们这个纾困专线办公室呢，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成立。那原本呢，我们总共呢，大概一天呢，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电话。那后来因为民众对于纾困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那当然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一天2200多通。市长呢就是体恤我们的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纾困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询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设了20条线，然后来服务民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全国进入3级防疫警戒，商家、劳工都面临暂时停业、停工或收入减少的情形。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业、安心上工等措施，更成立纾困办公室提供咨询。另外，经发局还推出 Line@ 纾困小帮手，提供即时服务，希望在疫情艰困的时候，尽可能协助市民朋友渡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为了防疫，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因为这个防疫措施或者是这个警戒的措施，其实就像要进去一个房间，要屏住呼吸一样。所以不管是工商业，或者是各行各业，一般或者是餐饮业，或是观旅业，基本上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所以必要的纾困措施是很重要。纾困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7月1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南区家庭群聚感染发生以后，市府连续3天伫安西主办中华区公有停车场以及安南果菜市场设立筛检站，进行 PCR 扩大筛检。其中安南果菜市场由生态医疗团队进驻检测，筛检将近4000人。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现场。感谢生态医疗团队、卫生局、警察局以及果菜市场人员为防疫所做的努力。因应安南区发生新冠肺炎家庭群聚传染，市府自6月28到6月30，伫安南果菜市场以及安西公有停车场设立筛检站，进行 PCR 扩大筛检，会当伫短短3天的时间内筛检完成将近4000人。就要感谢生态团队、卫生局、警察局以及果菜市场人员共同的努力。市长委特特别前往现场关心，并表达感谢。我们非常的感谢成大医院的支援它创造了最高的效率，一天筛检1400位那前2天这样总共筛检了将近3000位
今天又要开将近1000位的量能，所以这个大规模筛检，事实上对于这个社区的清零或者是整个国菜市场的清零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大家都是阴性，表示这个国菜市场是干净的，那尤其筛检的量如此之大，可以说甚至比这个过去的金源电子他们4天筛3000，我们光是2天就已经筛了3000了，所以说这个效能跟量能而且是采取 PCR 的，金源电子的部分是采取快筛的那我们这是 PCR 的，这波精确度100%，所以说这个部分展现了台南的医疗量能，也感谢成大有这样的医疗量能，感谢成大医院的鼎力相助。目前我们台南的各大医疗院所都是做好院内的管控这个清零计划都执行得非常彻底。那此外呢，医疗院所做得好，才能有这个量能够帮忙社区、帮忙民众帮忙这个城市来做好防疫工作。那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有这么样的用心，那也谢谢卫生局的同仁这个可以说这几天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称不上是非常熬热，但是穿在那个防护衣就知道说非常热的那他们这从早忙到晚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检体做这个筛检做上机器服来做这个检测那最早的最快的时间内提供结果，那所幸结果都是阴性的。我们谢谢医护人员，谢谢卫生局人员的努力，也感谢我们果菜市场这个台南地区农会杨总干事及果菜市场所有辛苦的同仁，一方面维持果菜市场正常的运作，一方面鼓励我们的摊商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好朋友这个周围的这个运输的朋友能够来做筛检，一方面保护自己，一方面保护家人，这样的努力我们都全市民都看到了，我们表示高度的谢谢的敬意跟谢意。将近4000人的检查结果出炉，所幸全部拢是阴性，让新冠肺炎安南区的家庭群聚感染事件无继续扩大。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定期会自中央发布3级警戒到现在，至少延会到7月12号。有执政党的议员出面呼吁，无论7月12是毋是解除警戒，希望议会会当参考4信质询的模式恢复开议。不过，无共政党有无共款的看法。议长郭信良表示，市议会随时准备好，希望透过政党协商来讨论。由议员李宗翰、蔡小伟甲吕维英共同发起，无论3级警戒是毋是伫7月中来解除，都应该准备恢复大会。3位议员认为，议会长期的宴会可能会影响民众对议会功能的质疑，而且台南市议会早伫去年11月就已经针对疫情制定视讯会议的作业准则，呼吁议会参考视讯咨询的模式。恢复会议，我们共同在台南市议会呼吁，希望我们在7月12号，无论3级是否解封，我们都可以尽快的恢复大会。因为像现在立法院其实是透过视讯会议以及他现场到场会议来进行他们的议程推动。那台北市其实他们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休会过。那台南市目前到现在，从5月延到现在，其实接下来还有7成的代议士，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进行所谓的总质询，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11月其实就已经发布所谓的视讯作业相关规定，那代表着其实议会早就已经准备要进行所谓的远距质询相关的工作。那但是到目前为止，疫情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在7月12，无论疫情是否解封，都可以尽快的让我们的议会展开操作，避免让民众觉得说，这段期间那议员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质疑议会，甚至质疑代议士的本身。针对执政党议员的呼吁，虽然无共政党有无共的意见，不过议长郭信良嘛表示，台南市议会一切拢准备好啊。不过防疫期间，嘛是要看中央政策的规范。如果坚持要开，嘛要先透过政党来协商。是否大会要继续开呢？那我们必须要有法源依据。那台南市议会向来都是超前部署，在去年7月份，
大会就已经通过。万一呢，议员染疫的话，那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会议。那我们已经大会通过了以后，报行政院核备。那是议员染疫，那在议员没有染疫隔离之下，要来召开视讯会议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等大会开始了以后，我们就交由大会，如果同意了整个案子，那我们才报行政院同意了后，那我们就有法源依据。那我们的视讯呢，可以同一时间呢达到300个人呢来做视讯的会，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呢在表决方面，因为没有法源依据的话，会产生一些的疑虑，那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呢，议员建议要召开大会恢复大会的话，原则上呢要经过政党协商以后，那要召开的话，我这边台南市议会都准备好了，随时没有问题。3位议员担心，因为目前超过70%以上的议员还未进行总质询，就算7月12日恢复会议，整个议程恐惊到9月底才用结束。到时10月还阁持续进行下半年的预算审查，恐惊会一拖再拖。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保障第一线服务民众，兼爱支援防疫工作的公所人员，议员吕维颖捐赠2800支护目镜，予台南市政府为公所人员执勤的安全增加防护。由市长黄伟哲代表受奖。区公所就参像一个小市府，甲民众承办的业务息息相关。人员不仅爱徛伫第一线协助民众处理事务，现在因应疫情的关系，也会负责居家隔离、市长身份证等防疫工作，甲民众接触频繁。议员吕维颖关心公所同仁执勤的安全，特别调查各公所的需求，总共捐出2800支全密式防护镜。对到议员的大力赞助，市长黄伟哲也回敬感谢状，表达感谢。非常感谢吕维颖议员媒合我们企业来捐赠护目镜给我们第一线的公所的同仁，因为公所的同仁为民众服务，在第一线常常接触跟民众有近距离接触。那如果戴口罩，那没有护目镜的话，其实眼睛也可能成为一个飞沫感染的地方所以有护目镜的话，会变成保护更周全。那这样子对我们同仁事实上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确诊的染疫数已经有130多位了那台南市政府我们很谢谢大家的帮忙，能够守得住那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防疫期间，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同仁都相当的辛苦。那其中这个各区的区公所的同仁，因为区公所就像小市府一样，那他平常跟民众申办的业务其实是息息相关，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他更需要去支援一些防疫的工作，包括之前的居家检疫，包括这个我们市场实名制的一个部分，所以他的相对的工作都是跟人群相当的接近。那也因此，我有发现我们公所的同仁他的一些基本的配备并不是那么的齐全，所以我特别统计了一下，总共高达2800支的护目镜的需求。也感谢民间企业的捐赠跟赞助，让这一批护目镜可以直接给公所的同仁。因为公所同仁万一如果有一个染疫的状况，或者相对于其他县市，我们有看到有一些进行到这个市府的同仁有感染或确诊的状况，那这样子对于公所业务的推动可能是相当的不顺利。所以我这边特别感谢民间企业来赞助2800支的公所同仁。也让公所同仁可以安心防疫之余，也可以继续为民服务。议员吕维颖也希望这次的服务行捐赠，让每一位公所同仁，无分职等、正式、非正式的公务员，拢会当有一支。为台南市所有的公所人员防疫设备更加完善，不但保障人员的安全，也让区政业务的推动更加顺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议员蔡小薇会同善心人士，上午前往台南新老病院致赠餐盒甲饮料，予第一线医护人员。伫个执行医疗防疫工作的时阵，也当感受到关怀温暖。
台南市议员蔡小伟甲立委林俊宪的服务处，平时对新老病院就相当的关心甲支持。这届结合善心人士黄俊林先生，特别送来100个餐盒甲300杯的饮料，为第一线医护人员来加油打气。由新老病院医疗副院长周丽萍代表院方，感谢各界暖心善举。今天非常感谢由我们民间企业，我们的黄俊麟董事长来发起，来送防疫餐点，有关便当以及我们的饮料部分，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新楼医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最大的鼓励。我相信医护人员在这阵子的防疫期间都非常的辛苦，他们不仅要穿上非常厚的隔离衣来执勤，那也常常因为这样子来疏忽了用餐的时间，所以黄俊麟董事长呢也特别邀集立委林俊宪以及小薇的服务处一起来给予我们新楼医院我们的医护人员第一线的鼓励跟打气哈。谢谢林俊宪立委还有蔡小薇议员的媒合让黄董事长能够这一次的捐赠那我们当然接受到他们的这个热心非常的感动那在医院里面现在是非常的忙碌了一方面是要防疫一方面还要治疗常规的病人，要保留量能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啦。那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全力我想只要我们的社会大家这么支持那我想医院应该做我们该尽的义务了，把事情做好。面对3级的警戒不断的延长，不管是人心或者是防疫的量能，拢面临真大的考验。副院长强调，病院除了为人民的健康来把关，另外社区的防疫嘛真重要。希望大家持续遵守防疫的规定，才能度过这波的疫情难关。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降低民众关会意愿，台南嘉温幼儿园特别举办关会活动，嘛拄好这段期间，幼儿园的人员分流上班，所以有人力来协助关会行动。希望大家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会当踊跃关会做爱心。在这段疫情较严重的期间，降低有真侪民众愿意关会意愿，每一当到寒暑假的时阵，拢会较欠货。病院如果若想到较严重车祸的患者有需要紧急手术的时阵，拢爱有大量的货。所以这摆这幼儿园伫咧6月30号伫福建路移民局头前来主办关会活动，提供民众有做好防疫设施的状况之下，会当来进行关会。医院血量的量能非常不足。然后很多病人需要开刀、需要住院的时候，他们的血是不够的，而且医生只好叫他们一延再延。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难过，甚至在电话那头眼泪就掉下来。那我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全力以赴，感谢老天爷给我今天的好天气。前2天还一直很担心下雨，那今天真的是太阳出来了，让我的整个心情非常的愉悦。那今天一早来就有很多家长、热心民众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捐血活动，让我们的水库的我们的量能、医疗量能能够增加。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忙跟支持。园长表示，日前咧甲关怀中心联络的时阵，关怀中心表示，伫这段期间内底中心的货非常的欠缺，所以有真侪重大的手术患者必须要延后手术的时间。听到这园长决定一定要甲关怀活动甲办起来。希望会当透过大家热血来替咱的社会增加温暖。今天会出来捐血，主要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很多民众就降低了捐血的意愿，导致说现在台湾的血库存量不够。那我也是看到台南市政府有发这样的文章，所以今天来台南市政府附近的
捐血站捐血。那请大家不要担心，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踊跃出来捐血，然后捐给需要的人。虽然伫这个非常的时期，嘛是有民众挂咧喙暗告护目镜顶防疫装备来到关会站来做关会，伫这要强调来呼吁民众，那平常时有用地当定期来关会，有防有需要急用的时阵，才袂无会通啊使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真侪女性朋友会因为空间设备等待时间上过久，或者是较歹势，互查甫医生来检查，所以无愿意去做子宫颈癌的筛检。因此，基于医学中心除了营造友善环境，佮引进全自动的诊疗椅仔，要互女性朋友会当安心的做检查。根据资料显示，不管是简单的空间设备等待时间上久，或者是经查甫医生来检查，都是女性朋友无愿意加入病院进行子宫颈癌筛检的原因。所以，基于医学中心特别营造友善环境，同时对日本引进这台全自动诊疗椅，和包括行动不方便的女性，拢真方便安心。做这个检查其实是还蛮不喜欢的，那有可能是整个环境啊不是很友善啊，隐秘性不够啊，安全性不够，他就会不太想要来做。那另外就是有时候他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的要移动的姿势等等，也会让他不太想要来做这个检查。所以我们医院的话，就是为了要改善这些部分整个环境的一个友善的优化，那硬体的优化，让他们会觉得来我们医院做筛检是很舒服、很安心的一个事情。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每2档一摆大规模子宫颈抹片筛检，会当降低7成子宫颈癌的死亡率。而且台南市卫生局110年所发布的资料，嘛证实3档筛检已经达到55.5%的范围。不过，犹原有一半妇女嘛因为错误的观念无检查，有潜在风险。错误的认知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很年轻啊，或者是我没有生小孩、没有结婚就不用做。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有做过了，以前正常，以后就不用做。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会建议有过性经验的女性就要定期去做抹片，因为不是一次的正常，以后都会正常。基于医学中心提醒妇女只要性行为至少3档一摆，爱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并无年龄的上限，一定要有预防保健的观念，好好疼惜家己。台新闻军及林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